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为什么要上学？清晨，闹钟叮铃叮响个不停，妈妈在门口喊：乔乔，快起床咯，要上学啦！乔乔坐起来，紧紧抱着妈妈，撅着嘴说：我不要去上学，我想跟妈妈在一起。妈妈轻轻拍拍她的头，宝贝，你是不是在学校遇到什么事，才不想去呢？乔乔小声嘀咕，数学好难，还有时候同学不想跟我玩，我觉得上学一点都不好玩。就在这时，他的书包突然咚咚咚跳了起来，还自己打开拉链，两颗大眼睛冒出来，声音软萌地说：乔乔，你不能把我留在家里啦！我叫蹦蹦书包，我肚子饿了，要去学校吃芝士饼干啊！乔乔吓了一跳，瞪大眼睛：你会说话？蹦蹦书包咯咯笑：当然，我可是你的冒险伙伴啊！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学校里的秘密？突然间，房间里闪过一道光，呼！乔乔跟蹦蹦书包被吸进了一个奇妙的世界。乔乔揉揉眼睛，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彩色大门前，上面写着超能力学院。蹦蹦书包说：这里就是学校真正的模样呀！你以为只是写字算数吗？其实是在学各种超能力哦。乔乔眨眨眼，超能力？真的吗？第一间教室门打开，一只大大的数字怪兽出现了，它的身体上有1、2、3、4、5，好多数字在晃来晃去。我是数字怪兽，它大声说，只要你学会数字和算术，我就可以帮你开启生活魔法。乔乔皱着眉头，数学好难，我都不会。这时，一支小小的铅笔跳到他手里，跟他说：别怕，我是嘟嘟铅笔。错了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擦掉，再写一次呀。乔乔深呼吸，试算着2加3等于5。数字怪兽叮咚的一声，脑袋上冒出一个亮晶晶的小灯泡，像魔法一样闪闪发亮。数字怪兽笑着说：哈哈，看，学数学可不是只在纸上写数字哦，它能帮你变出很多生活小魔法呢。如果你去买草莓和芭乐，要怎么知道加起来共多少钱？
身上的零用钱够不够？还有，如果你有一包巧克力糖果，要分给朋友，每个人分几颗才公平？最后，如果你想用积木盖一座小房子，要怎么知道要放多少块才能盖得又高又不会倒？巧巧眼睛瞪得圆圆的，哇！原来数学就像魔法工具，能帮我解决买东西、分东西，还能盖出超酷的积木城堡。数字怪兽点点头，没错，学数学就是在锻炼你的解谜魔法、观察力和计划力，以后去冒险、做实验、当小小科学家都能派上用场哦。巧巧拍手大笑，太棒了！我也要练习我的数学魔法。接着，他们走进第二间教室，一片会发光的森林，树上长满了一颗颗字果子，每个字果子都在唱歌。欢迎来到语文魔法森林。一颗字果子蹦下来，笑着说：只要你学会认字，就能收集我，拼起来就能施展讲故事的魔法哦。巧巧摘下一颗字果子，读出来，加。字果子立刻变成一朵小烟火，飞上天空。再摘一个，蹦蹦书包鼓励他。巧巧又摘下一颗字果子，猫。家和猫两个字连在一起，变成新词，叫家猫。突然，一只可爱的小猫从字里跳出来，甩着尾巴说：喵！我最喜欢住在家里。巧巧眼睛亮了，原来两个字合在一起就能变成新的意思，还能变出新的角色。字果子们拍拍手说：学会认字就能看懂故事，还能自己编故事哦。就在这时，一张小小的字纸鹤飞下来，停在巧巧肩膀上。嘿嘿，我专门送讯息。字纸鹤说：只要你会写字，就能把心里的话写下来，送给远方的朋友，或写张卡片给妈妈，让她超级感动哦。巧巧试着在空中写下：妈妈，我爱你。纸鹤立刻叼着字，化作一道光飞走了。还有呢，一棵老树摇晃枝叶，掉下一本字日记，说：只要你会写字，就能把每天的冒险、开心或难过的事情记下来，多年后再翻开，就像坐上时光机，回到当时的心情。蹦蹦书包补充：对呀，写字不只是学校的功课，它是生活里的魔法工具，能说故事、传心意、记录回忆，还能帮你认字、看书、
沟通，写下想说的话。巧巧听了，眼睛闪闪发亮，笑着说：“原来学写字有这么多用处。”字果子们又拍拍手说：“学语文等于讲故事的魔法加生活的超能力。”最后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大大的游戏场，溜滑梯、荡秋千、沙坑，热闹极了。可是角落里蹲着一只小精灵，满脸不高兴。它叫不理你精灵，一看到巧巧就转过头去。哼，我不要跟你玩。巧巧愣住了，心里酸酸的，小声说：“这就跟学校一样，有时候同学不理我。”他眼泪快掉下来，是不是我很糟糕？这时，一个粉嫩嫩的橡皮擦跳了出来，温柔地说：“我是咪咪橡皮擦，我懂你很难过，被拒绝的时候真的很心碎，对吧？”巧巧点点头，我超级难过。咪咪橡皮擦拍拍他的手，如果换成是我也会想哭的。没关系，等你哭完了，我们再说。巧巧吸了吸鼻子，心情慢慢安定下来。咪咪橡皮擦接着说：“有些时候，朋友说不要玩，不一定是不想跟你玩哦，可能只是他正在玩别的游戏，不想中断他正在玩的游戏。”巧巧眨眨眼，真的吗？那我该怎么办？咪咪橡皮擦笑着说：“可以试试3个小魔法。第一个是，等一下再一起玩魔法，告诉对方，等你玩好了你的游戏，或你想玩时再找我哦。第二个是，一起聊聊魔法，问问对方，你在玩什么呀？第三个是，一起玩魔法，说要不要一起玩溜滑梯？巧巧想了想，先走过去，对不理你精灵说：“好吧，那等你想玩时再找我哦。”他笑着补充：“哦，对了，你在玩什么呢？”不理你精灵愣了一下，抓抓头：“我在玩转圈圈。其实我也想玩溜滑梯啦。”巧巧立刻笑起来：“太好了，那我们一起去吧。”不理你精灵脸红红的，小声说：“好呀。”瞬间，游乐场亮了起来，他们一起快乐地玩了起来。咪咪橡皮擦笑着说：“有时候交朋友不是马上就成功的，给对方一点时间和空间，不要急哦。”巧巧笑眯眯的点点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冒险结束后，一阵光闪过，巧巧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妈妈走进来，笑着问：“巧巧，准备好去上学了吗？”巧巧开心地说：“因为上学可以收集超能力呀。数学是脑袋超能力，语文是讲故事的魔法加生活的超能力，还可以学习交朋友呢。虽然
有时候会有点难，但我可以慢慢练习，也可以请老师和朋友帮忙。妈妈说：对呀，宝贝，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们都会陪着你一起长大。这次，巧巧背起蹦蹦书包，蹦蹦开心地说：出发喽！知识饼干，我来啦！亲爱的小朋友，上学可不是只会写字、算术哦，那里就像一座魔法学院，你可以用数学脑袋去解决生活的小问题，用语文魔法把故事变活，还能写字和朋友聊天。在学校里，你还会遇见很多新朋友，一起发现更多有趣的科目和冒险。有时候遇到难题也没关系，因为那正是成长的魔法课程。只要慢慢练习，或者向老师、朋友、家人求助，你一定能一步一步变得更厉害哦。每天走进学校，都像打开一扇装满惊喜的大门，里面有知识，有冒险，还有陪伴你的好朋友。就放心大胆的去体验吧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